Hello，歡迎嚟到我的詞語係講座啦，香港國際旅遊展2025。我簡單介紹自己啦，我叫飛叔或者叫我 Kelvin 啦。我係一位飲食旅遊嘅作家，或者過去10幾年可能喺網上面咧睇咗好多嘅食評啦，以往都係寫食為主嘅，咁間中都有寫旅遊啦。近年尤其是係疫情之後咧，就開始多旅遊。咁疫情講緊2020年第一波疫情，原來已經係5年前，其實好似好耐咯。5年前到而家係咪發生咗好多事咧？係咪改變咗大家好多咧？咁我就真係由第一波疫情開始咧，我嘅事業都已經係有改變啦。咁以前公司就受第一波疫情已經影響咗，減咗人工啦，慢慢去到2021年更加冇嘢做添。咁就被逼啦，轉型就變咗係一個 freelance 啦，咁多時間去旅行，但係嗰陣都未有得旅行嘅，咁唯有喺屋企啦，揾啲好自然嘅嘢去做啦咁樣。其實我個人咧就唔係好中意改變嘅啫，但係因為個疫情啦，或者個世界咧逼住我去改變嘅。我覺得上天有時我信一個英文嘅説話 ，go with the flow。或者嘅有首歌叫《風的形狀》嘛，咁隨風你想去邊就邊咯。咁似乎個宇宙咧就好想我做啲嘅作家或者自愈係作家，但係無啦啦，如果你冇受傷，你冇自愈㗎，咁點算咧？咁個天咧就俾個人生劇本我，咁就俾我受傷啦，有受傷就可以有一度個自愈係作家啦。於是喺2021年咧，我係跑步嘅。一次跑步朝頭早咧，好心急衝咗出馬路，咁俾個的士迎頭撞咗，咁就重傷啦，除咗頭身體好多地方受傷之外咧，個腳骨係斷咗嘅，斷咗2節啦咁樣。跟住入院啦，咁住咗10幾晚醫院，安咗一個叫做鈦金屬嘅地方。其實而家仲喺度㗎，好似就係鈦金屬。咁就揸拐杖揸幾個月，咁嗰陣仲疫情嘛，瞓咗喺床度啦。咁就好想做一啲治愈嘅嘢，覺得好想令自己好翻咁，好翻之後就治愈咁樣。到2023年打開關咧，好多人都係叫做報復式旅遊啊嘛。我除咗報復式旅遊之外咧，仲有一個叫做創傷後嘅復原嘅旅行，就令自己感覺好似係一個儀式咁嘅重生咁樣啦。咁啱啱好翻嘅人咧，就唔可以去一啲好喜馬拉雅山嗰啲地方啦。咁我唔會介紹啲咁冒險嘅地方嘅。咁我去一啲比較大家好適合輕騎啲慢活啲地方啦。咁譬如呢2年我就去，主要都係去泰國啦、日本啦、台灣咁樣。咁就都係好自愈、好慢活嘅。咁今日就帶咗其中幾個推介俾大家啦，包括係日本啦、泰國啦。咁咧記得坐最後喎，因為我有2本書帶俾大家嘅，到時可能留意翻個內容啦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到時快啲舉手，可以攞嗰本書啦。咁而家開始我嘅旅程啦。首先帶大家去東京啦嚇，東京大家好熟啦，大家去東京去做咩嘢啊？食嘢啦係嘛，玩啦、購物啦、買手信啦咁樣。其實東京咧喺市入邊都需要禪修嘅，因為咧東京嘅人咧佢壓力好大啦，全部都係好高壓嘅地方，所以有啲地方佢係俾東京嘅市民去禪修嘅。呢個香林禪院咧，其實喺東京嘅市中心，距離惠比壽站咧搭1個站就到㗎啦。你喺外觀咧睇落去咧，你就唔似一個係修行嘅地方，都係一個似一個係建築群咧，似一個私人住宅。如果你唔知入邊有免費嘅修行咧，你未必敢行入去嘅喎。其實佢係逢星期1至5早上7點啦，同埋星期日嘅黃昏咧，佢都有免費嘅禪修嘅活動嘅。唔使報名嘅，你準時或者7點前早啲去到就得㗎啦。咁中間嗰個咧就係佢個禪修嘅房啦，大概可以坐20人左右嘅。除咗我之外，都有啲外國遊客喺度啦，但係就你唔使擔心個語言問題，因為唔使講嘢嘅，全場係用個腦電波去溝通嘅啫。咁準時7點鐘嘅時候咧，咁有個和尚僧侶咧就會走入嚟，佢係點一支香，敲一下鐘。然後就開始個打坐活動啦，大概1支香嘅時間就25分鐘，咁大家就合埋雙眼啦，咁樣靜坐打坐啦咁樣。
到25分鐘之後，個支香完結之後咧，就第一節嘅禪修就完，又休息5分鐘，就可以去到下一個禪修活動，就係禪修嘅25分鐘另一支香啦。咁就總共我就坐咗2節啦，就總共1個鐘頭左右。成個環境我覺得係好平靜嘅，雖然你話個地方係喺市中心啦，但係因為佢建築群入邊，好似喺一個屋苑入邊咁樣，但係佢距離個大街都有一段距離，所以就聽唔到車聲啦。咁我去嘅時候大概5、6月左右咧，天氣好好，咁好幸運就冇落雨啦，咁陽光好朝頭早嘅地方，咁變咗啲人都係好自律嘅，就算遊客咧，全部都係冇開手機啦，全部都好平靜咁樣嘅，真係叫做係交換能量。其實我香港嘅啲佛堂我都試過啲共修嘅活動啦，但係喺東京個地方，因為喺寺院入邊咧，個感覺又好唔同啦，即係好似 brainstorming。大家唔知有冇返工啦嚇？如果老細叫你 brainstorming，下次咧你可以講話你冇idea俾佢咧，唔緊要啊，佢話我俾咗你㗎啦，我攞電波俾咗你㗎啦。呢個地方我幾推薦大家去，因為東京啦，大家都成日去東京㗎啦，可以記得早起身就可以去到呢個香林寺院嘅地方㗎啦。去完東京之後，大家去京都啦。京都大家都好熟悉，就係一個好多廟宇嘅地方嘅，好多寺廟啦。大家可能成日去就係嗰啲南禪寺啊、清水寺嗰啲就唔會介紹㗎啦，因為太多人啊嘛。妙心寺呢個就冇頭先講嗰啲咁宏偉嘅建築或者冇咁大嘅地方，佢又比較偏離翻個市區嘅喺東京站啦，搭 JR 大概去到一個叫花園站落車，要行10分鐘。佢都屬於一個民居地方，唔係嗰個旅遊景點嘅地方嚟嘅。咁就屬於比較低調嘅禪院啦，遊客唔算太多。佢都有啲係預約付費嘅禪修課啦，但係咧亦都有啲可以係俾入場費之後就可以坐低㗎啦。咁你喺個退藏院入邊俾入場費600 yen 啦，記住再買300 yen 嘅一包嘅柚子糖。點解柚子糖咧？因為佢柚子糖包裝咧寫明嘅話，嗰個柚子糖包裝個成分粒糖嘅成分咧，佢話會有啲成分促進嗰個冥想嘅效果，唔知係咪真啦？但係你信就得㗎啦嚇。咁入到去咧，佢其中嘅寺院就阿方丈喺阿方丈面前就坐低啦，佢有啲嘅座椅座墊俾你坐低啦。前邊咧係一啲日式嘅盆景嚟嘅。咁你坐低之後，你可以打坐或者就咁坐低啦。咁打開粒糖，然後就食粒糖。佢就話大概粒糖咧就溶解7分鐘左右嘅。喺7分鐘咧，你係放低手機啦，就專注去食粒糖。所謂叫做正念飲食啦。正念飲食就係你當你食嘢嘅時候咧，你感受下粒糖喺你口入邊融化啦，甜度係點樣啦，或者口水係嘅流動啦，呢個都係個正念嘅學習專注嘅方法嚟嘅。好適合一啲嘅未接觸過禪修啦，或者覺得就咁坐喺度，你驚幾分鐘都嫌悶嘅，咁有粒糖有啲景俾你睇下，咁可以學習下禪修其實就係一個好簡單，就係叫專注嘅啫。咁食完粒糖7分鐘之後咧，你可以去隔離房咧，佢有一個套餐就係抹茶再加和果子，由一個僧侶咧親自沖俾你嘅，就可以學習下日式嘅寺院嘅文化啦，咁樣都係一個平平地，但係有一個係比較清幽嘅環境，可以學習到禪修。妙心寺算係一個好熱門旅遊景點，就勝在唔係好多人啊嘛，所以就係我去開京都可以值得去下呢個地方嘅。跟住下一個都係京都，不過呢個比較遠離市區，就係呢個京都縣嘅綾部市，就距離京都車站大概係1個鐘頭40分鐘先去到，然後落車再行20幾分鐘嘅。佢係一間1000年嘅廟宇，但係提供民宿。佢由2022年開始咧提供民宿嘅服務嘅。佢由左手邊一個咧就係佢嘅僧侶主持啦，佢同佢太太一齊經營嘅。咁可能大家唔知熟唔熟日式嘅廟宇文化，其實佢哋可以結婚啦，可以生細路仔啦，咁先可以承傳咗咁多代嘅啫。咁呢個廟宇就提供民宿啦，一泊二食啦。
下邊嗰個就係佢個日式嘅寢室，我一個人去啦就可以擺晒成間房啦。其實其實都幾大嘅，佢可以瞓到4張床左右，但係佢每晚只係招待一組客人嘅，所以有清淨得我個人客啦。一撲二食啦，夜晚你話係寺廟一定係食素咧，就唔係嘅喎，佢夜晚係食全雞宴嘅。個僧人佢就話咧，佢就唔同意話僧侶一定要食素，佢覺得所有嘢都係生命。如果你覺得家禽食得，咁一棵樹都係生命啦，咁食物都唔食得啦咁樣。佢覺得既然啲雞係自己養嘅，應該利用翻嗰啲家禽啦，就化成個能量。所以嗰餐全雞宴咧，佢由頭到尾嘅內臟啊，所有都煮俾我哋食噶嘛，係好美味啦，有湯啦，有啲內臟嘅鍋燒啦等等。反而係朝頭早一撲二食個早餐咧，佢就係全素宴嘅，有全部係啲豆皮蔬菜豆腐等等，好好食啦。除咗係一撲二食之外咧，佢有提供啲一系列嘅體驗活動俾我哋玩嘅，咁我揀咗幾個啦。其中一個就係喺佢後山啦，佢後山有個細小嘅竹林嘅，咁阿僧侶就帶我啦去學習點樣係禪修啦，點樣去正式嘅打坐方法嘅。就喺度冥想幾分鐘之外咧，佢仲有一棵係百年嘅老樹，咁喺度瞓低啦，咁感受下個老樹帶嚟嘅能量。近年我都學習緊一啲叫做森林浴啊，森林浴嘅所謂係你同植物連結，你可以摸下啲樹，咁俾佢感覺由大自然就俾到你啲能量，俾咗你咁嘅啦。另外一個體驗活動咧，就着翻僧侶嘅袍。其實我着咗3套嘅，呢套咧就叫做最重一套啦，同埋呢套袈裟咧係佢哋係高級僧侶咧喺廟寺入邊先着到嘅啫。咁我喺着完之後咧，就喺個後花園行個圈啦。其實幾重下㗎，以我咁瘦嘅身形咧，着咁大個袍咧，感覺係行咧係比較慢嘅。咁就亦都係感覺比較莊重啦，因為着住袈裟，感覺就係一個好大責任嘅僧侶咁樣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呢個正歷史民宿嚟講，如果我一個人去，或者你2、3個人去咧，你可以當一個民宿嚟體驗啦，一撲二食啦，或者你可以學習禪修或者學習秘籍，都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。不過因為佢一晚只係供應一組嘅客人啦，需要提前幾個月喺酒店網站 book 嘅。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個啦，正歷史嘅宿坊。去完京都之後，帶大家去下泰國清邁啦。泰國清邁都係俾我感覺係一個係好慢活啦，好有藝術氣氛，好文青嘅地方，好多文青咖啡店啦。所以我好中意去一啲嘅藝術村，其中一個 Calm Village 咧就喺古城區嘅。古城區近一啲嘅古城嘅市集啦咁樣，佢個建築群咧就係融合咗日式啦、泰式同埋一啲中式嘅瓦頂嗰啲建築嘅。佢最欣賞佢咧，佢樓下啦好多嘅公共空間，同埋佢1、2樓都好多座椅嘅喎。就算佢唔使入場費，你入鋪去你唔幫襯個咖啡店咧，你都可以坐好耐嘅。咁佢有藝術展啦，有啲設計展啦，亦都有啲藝術工作坊。咁我參加咗一個咧，就係逢星期日同星期一黃昏都有嘅，叫做Sunset Yoga Meditation， 就係有60分鐘嘅瑜伽，再加30分鐘嘅水晶頌缽俾你感受嘅。點解去呢個地方玩咧？好多地方都有啦。你睇到中間嗰度後邊咧就好靚嘅景，因為後邊就係舊城區嗰個城堡啦。啱啱如果星期日啦，黃昏5點鐘開始去玩到6點半咧，你睇到成個日落嘅情景。因為我係11、2月嗰個叫 Dry Season 去咧，就冇落雨啦，天氣好好，天色好好啦。一路玩瑜伽，一路聽頌缽咧，感覺上係氣氛係好 calm 㗎啦。我又唔一定要係瑜伽高手你先玩到，因為好隨心嘅啫呢樣嘢啦。咁我建議大家係星期日嚟最好，就係因為咧星期日到舊城區有個叫 Sunday Market 市集，就係下晝去到夜晚嘅。咁你玩完嗰個頌缽之後咧，6點半啱啱行過去幾分鐘咧，就係有個 Sunday Market 㗎啦，所以我好值得推薦你星期日去呢個Calm Village 嗰度平靜下自己啦嚇。清邁嘅藝術村咧叫Bangtan Walk，
呢個遠離市區比較遠㗎啦，通常都係 call Grab 啦，或者係搭的士可以去到啦。佢好似係一個森林包圍住嘅地方咁樣嘅。佢呢個名咧泰文嘅意思就係廟宇旁嘅屋啊，附近係有啲佛寺嘅。佢係一個森林，好多樹圍住嘅地方啦。你見到好多木屋咧，其實係藝術家喺度工作之外咧，佢一啲藝術家喺度住嘅。藝術家嘅園地，我藝術村，所以真係藝術村啦嚇。星期日咧，佢仲有啲嘅小型市集嘅。藝術村入邊佢都有咖啡店啊、小食店，但係就唔係啲好商業嘅地方，唔係嗰啲叫做而家嗰啲商業嘅商場嗰類啦，係一個好平靜嘅地方。最特別之處咧，佢每間藝術商店除咗有紀念品賣之外咧，佢每間店藝術家都會提供唔同嘅工作坊嘅。咁睇下藝術家畫乜嘢啦，譬如有啲畫油畫啦、立體畫啦，或者編織啊、蠟燭、手工藝咁樣。咁我就入咗一個參加咗一個叫做 Meditation Art Studio， 咁就叫做係冥想畫。點解叫冥想畫咧？據藝術家講咧，因為泰國係佛教國家，所以佢覺得所有藝術都同冥想有關嘅。當然我畫嘅時候唔係眯埋眼畫啦，畫嘅畫就叫做禪畫。禪畫就真係同一啲嘅身心靈嘅圖像啦，或者係一啲佛像有關㗎啦。其實佢有晒啲虛線草圖㗎啦，做嘅就係用水彩嚟做油顏色啦。佢冇啲街拉俾你嘅，你中意點填點填。我唔係藝術家啦，所以我又比較花時間去慢慢填。同埋啲佛像咧，通常都係好多好幼嘅紋啦，好幼嘅線啦，同埋一密嘅。畫嘅時候真係好似 meditation 咁咧，要冥想，要慢慢畫，係好療癒嘅。咁我畫咗1個鐘頭啦，咁樣我覺得好開心。同埋喺呢個藝術村入邊咧，就算你玩下藝術啦，飲杯咖啡喺個園林入邊坐下，我都覺得好舒服嘅，可以玩成個鐘頭㗎啦，好值得大家推薦去啦。但係最好都係星期日讀入去，因為啲節目咧有時藝術家佢唔係個個都開工嘅，藝術家係咁樣啦。另外介紹呢個咧，清邁有溫泉嘅，泰北有溫泉啦，大家可能去過日本好多溫泉區啦。我以前去過日本別府咧，都有好似左邊嗰啲咧溫泉噴上嚟噴到空空，但係泰北亦都有嘅。泰北有幾個自然嘅溫泉區啦，呢個山金拋溫泉咧比較出名嘅溫泉公園嚟嘅。咁嘅場費係100泰銖，入到去你可以係有按摩啦，或者係呢啲公眾嘅浴場啦，亦都有餐廳啦，亦都可以有啲粥湯嘅，佢有唔同嘅溫度，30度到45度左右。咁我就11、2月嘅 dry season，好似12月或者去嘅。天氣又唔算好熱，咁大概20零度啦。咁我覺得如果浸喺30幾度嘅30至40度嘅湯咧，都係好舒服嘅，都唔會會太大汗啦咁樣。咁浸住湯做咩好咧？最好乜都唔好做啦，又係放低手機啦。咁都市人慣咗，乜都係睇手機喎。但我發覺佢哋入邊啲人就其實泰國喺入面浸嘅啲人咧，有啲仲係睇緊書啦、傾緊偈啦，即係有啲就好似我咁，一個人係好似冥想咁坐喺度就 OK 㗎啦，係啊。佢又唔算一個好多人嘅旅遊景點，一半係本地人啦，一半係外國遊客啦。清邁入邊嘅感覺就係人多，但係又唔算好多，又冇嗰啲布吉或者係啲蘇門啲咁熱鬧，但係又可以好慢活，所以我好中意清邁嘅地方。除咗去溫泉公園，除咗可以浸竹湯啊、按摩之外咧，仲有好似日本嘅溫泉有得煮溫泉蛋啦，清邁呢度都有嘅。你買一籃嘅雞蛋或者係一啲嘅鵪鶉蛋啦。然後將個籃掛喺嗰個溫泉池嘅側邊，咁幾分鐘之後佢會俾個鐘你響啦，咁響鐘熟啦，咁攞起就可以食啦。幾適合親子咧或者家人啦嚟到玩，的幾有趣嘅。溫泉公園佢又唔算一個係好多嘢玩或者係好多打卡位嘅地方，但係如果好似我咁啦，啱啱好翻隻腳又唔係行得好多路嘅話咧，最好就係可以 hea 下啦。佢可以 hea 下啦，一個幾療癒、幾平靜嘅地方嚟嘅。乜嘢叫旅行的意義咧？
喺疫情之前咧，我都係成日去，譬如東京咁樣咧，都係食好多嘢啦，買好多嘢啦，一日可能講幾個唔同行程嘅。試過細個就跟阿媽去旅行團嘅，係啦，好早起身，跟住唔知去10個景點，但係睇完之後都唔記得咗去咗邊度㗎啦。但係近年咧，唔知係咪年紀大咗咧，唔可以去太多地方，同埋疫情之後咧，我覺得人生應該係有啲減法啊，人生唔係加啊嘛，有啲去唔到嘅話係冇緣分就算啦，冇緣分去唔到就算啦。咁應該係令到自己開心，唔係你自己過緊啊嘛。慢活嘅旅行好似我咁，就算係個身體受傷好，或者有啲人係心靈上有啲情緒上有啲受傷，都需要用一啲低能量嘅活動去幫翻自己係提升翻個能量嘅。慢活旅行或者佢真係去外地禪修又好，你去一個湖坐下又好，都係一個幾好嘅舒適嘅地方，令到自己係調整身心啦，療癒心靈嘅。咁由2023年開始咧，我係開始呢個慢活嘅旅行啦，去過頭先去日本、泰國啦，有啲景點，仲有香港，我都有啲療癒嘅活動啦。咁就喺2024年咧，我出咗一本書叫《祝你旅途愉快》，咁就結集咗頭先某幾個嘅景點啦，另外有啲嘅慢活景點推介，都有啲我自己嘅故事嘅。咁去到差唔多完結之前咧，我帶咗2本書俾大家啦。唔知有冇人有興趣要啦？如果有興趣嘅，不如舉手啦，對白舉手就唔好住，舉手你要有條件嘅就講個書名出嚟，咁就我數3聲，有2本嘅啫，數3聲就舉手啦，1、2、3。好，呢位先生先，嗰位男士好似第2位係，仲有時間可以同大家傾下偈嘅，多謝大家嚟到。